我哋今次就拍東鐵線開車，我哋一次始終都係我呢，因為呢，之前呢，其實預咗條片係合屏嘅，我就先發覺阿 Q 有拍嘅，所以呢，我呢就接拍咗啦。咁而家東鐵線就係我嘅，屯馬線呢，開通呢就唔知嘅，未知屯馬線幾時通嘅，係啊。咁大家睇翻之前港島線嗰條片啦，好似有講有啲月台啊、金鐘嗰啲嘅。咁下面南港島線啦，通寨嘅南港島線，因為而家即係而家去到落馬洲即係福田口岸㗎。學校訂蛋糕啊！咁7月1號喎，8月1號。後日。之後一站會展啊。咁呢，我唔係香港嘅日呢，係應該唔會出片嘅，又或者阿 QT 出啦，或者阿肯定出都唔出奇。即啲片唔轉做合作模式啦，可能都咪會逐個站咁介紹嘅。但下一個站就去到阿肯真係嗰個會展啊。始終我對會展嘅地方唔係幾熟啊。咁會展啦呢個灰色啦，隔離係翻天馬方向啦，呢邊翻路落馬洲，呢邊就翻金鐘，同埋嗰邊翻去寶林或康城，再上就客務中心咯。呢度 A7 係海港中心啦，分 A1、A2、A3，呢樣應該 A4啊。A1 海港中心啦，出嚟會展站，跟住 A2 係公共運輸交匯處啦。咁連埋即係嗰個嘅，但高一嗰個就應該喺呢度位。路線係2A 翻耀東村啦，8P 去南灣半島啦，930S 去愉景新城啦，950去屯門青年及和田啦，915去荔枝角啦，960同 P60都係屯門健身村，但係978翻去華明。大家如果想搭啲巴士就去我地圖啦，因為QT 呢度就唔會整巴士路線嘅，最多係整港鐵同輕鐵嘅啫。雖然冇撈亂啊。咁 A3 就係港灣道體育館啦，唔知呢度唔知係又要分。咁你分唔到嘅，應該係英軍中心嗰邊啦，對我，因為我之前去過嗰個位嘅，但未入過站啦呢度。跟住到 B 啦，呢度冇 C 嘅 ，B 呢就係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啦。頭先嗰個960，呢個應該係961嚟嘅。B 係英軍中心，落去就係。咁我即係兩個站嘅啫，161，即係位會展附近嘅。B 嘅金紫荊廣場。B3呢度係 B3啦。B3就上返嚟嘅，係啊，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啦，都係未到。咁呢個可能遲啲，真係。咁呢個唔使講㗎，呢度得一架961嘅啫，返去山景村啦。咁呢塊牌冇嘢我打嘅，第一個唔用呢部機打，用舊機。咁即係會議度啦，都係對面香港會展覽中心。咁你落車應該理論上行上面就應該去到㗎。今日介紹呢個站啊，因為下一站呢，係過咗海先，就係紅磡站。呢個亦都係我哋一個系列嘅第一集啦，都係要之前我拍嗰個係已取消路線嗰度快啦。呢個係暫時未取消的路線，
即係東鐵線呢條如果可 QT 呢條慶祝嘅路線都會講係第一集未取消嘅路線啦。咁屯馬呢，就未，屯馬可能有排啦，因為屯馬我哋而家睇點啊？紅磡啊，呢屯馬未必拍嘅，因為呢條返泥涌同埋屯門南呢條就新路段嘅，係咁你要兩條，一條拉上去嘅啫，喺呢個位啊。咁嘅客戶中心我唔講啦，個個站都有嘅。我哋揾 A 先。呢個站呢係冇 A 啊，喺嗰邊。A 係理大啊，咁兩邊都係啦，應該。A 先啦，我哋 A1 香港陸軍總會 A2 紅磡站公運輸交匯處。咁呢度呢，我記得路線，因為我喺度落咗車嘅，所以我知喺呢度睇出個站。咁呢度我記得就有11 A20 A21呢條巴士路線啦。A20 A21 11S 跟住仲有260S 啦，跟住5C 就陣出面啦。A25都係陣出面，跟住紅磡冇啦，應該冇啦，我冇記錯嘅話。A3就真係但嗰個冇陣嘅。咁我哋呢就直接 B 先咯。D 嘅就會翻返嚟順翻次序。B 嘅紅磡區啦，唔好話點解係紅磡區，有啲發牌呢係的確打紅磡區嘅。呢個的確紅磡區同紅磡區俾整個黃埔區啊，冇講港鐵。C1係巴士總站同埋紅隧段車站都係冇陣嘅。C2係置富都會啦，都冇陣啦。C3係紅館都冇陣啦。咁紅館有啲乜乜 R 嘅，咩41R 啊、98R 啊、213R 定214R，跟住22嘅 R 啊，好鬼多嘅。C 咁而且到啲啊，就係259260R。D 係尖沙咀東部，即係尖東。就站入牌未整嘅。呢個則我冇打嘅，唔知係邊。你 D2啊，香港體育館。咁呢兩個就唔講啦，因為都係香港體育館。D5係尖咀海濱啦，即係尖沙咀海濱。跟住旺角東下一站，旺角 East。咁旺角睇翻觀塘走條片啦。旺角東，我未喺度上過，一直上過車旺角東。咁九龍塘我就未出過站嘅。跟住大圍我有出過站，廣東鐵線呢站，沙田都有啦。就啲火炭之後嗰啲全部未啊，除咗上水、羅湖、落馬洲兩個站。因為旺角東的確有啲遠嘅，所以我 skip 咗佢。咁呢度呢，同埋大埔墟亦都唔知點解最慘嗰個站啦，因為呢兩邊都要整。咁呢條兩邊返去羅湖、落馬洲對面返金鐘。咁沙田都係咁嘅。咁我哋塔務中心又係一個啦。我哋揾 A 先。A 係去呢個旺角合署停車場。應該嚟講，旺角政府合署停車場都有個政府擔到嘅。咁嗰邊旺角站係值得啱嘅。咁 B 呢，就係一個嘅旺角合署，即係旺角政府合署，冇錯。
D 出口咧就係新世紀廣場名城，C 咧就係去洗衣家人巴士總站咯。44青衣村仲有3 K 嘅寶林，你而家3 K 應該 cut 得㗎啦。58、59、67、14，分別係屯門良景村、屯馬同埋陳超康園。講完，下一站呢，就係九龍。係啊，跟大家唔同啊！呢段就 skip，呢段咧都會 skip 走嘅嘢，因為太長。咁九龍塘，我睇下東鐵嗰邊有冇出口先啦。咁我即係介紹呢邊啦。咁觀塘這邊睇翻觀塘線啦。呢度都係月台啫。呢邊係羅湖、馬洲，嗰邊北金鐘係咁多。都係下一站大圍。咁啱啱經過個顯電站呢，就屯馬線先介紹。但我想講，屯馬線呢係有排先開通嘅。我想講羅湖、馬洲呢，即係羅湖口同福田口岸基本上呢，正真話去到係走唔得嘅。大圍第一個出口呢，就係 G 出口去運界啦。呢個佢就係。咁我哋呢就穿過某個出口呢，都介紹。D 去富嘉花園啦，C 去美田路。呢度啲出口太長，需要翻返。咁你係屯門南泥涌啦，屯馬唔使講啦。B 去惠豐紅巴士總站啦，同埋 A 呢係去川南路啦，唔係川南道。之前去大圍都去嗰度，去過惠豐出口同埋川南道嘅出口，隧道出口嚟。咁下一站沙田。沙田咧會介紹埋沙田圍啦。咁沙田即係都一樣嘅啫。咁呢度係好大個就係 B 出去公共運輸交匯處啦。呢度有263啦，有啲車啦。跟住呢個應該係 A 1係寶福山啦，落返去地面，跟住 A3新城市廣場，A4出口排頭村啦，係咁多。之後下一站火炭站，咁呢邊就隔咗個沙角村啦。咁呢個沙田圍嘅。呢度過返博康村個位啦，咁呢度博康村，嗰邊沙角村啦。跟住下一站火炭，咁火炭連埋馬場嚟講嘅。B 嘅火炭路，A 嘅火炭鐵道大樓啦。咁嗰邊馬場陣間講。咁呢邊就係坳背灣街，同埋之去御龍山，基本上喺呢邊。咁嗰邊馬場嗱，咁馬場啊，咁你全部都係去馬場嘅。講完，跟住下一站就係呢一個嘅大學站。咁嗰邊係屯馬線嚟嘅。呢個第一城係嘛？嗰啲石門。咁之後呢，就未整嘅時候，喺大水坑行過馬鞍山烏溪沙泥涌，之後走返屯門方向全部未整。
大學在執命瓜，大家都知嘅。咁我哋呢，直接搭住東鐵線嗰邊就第師就係香港中文大學，地面就得 A 同 B 嘅啫，即係雞同鴨講嘅啦。咁就好鬼大，呢個好鬼大個就係 B 就長街啦，A 係喺呢個又係一樣啦，中文大學。咁呢一個位站啊，就係呢一個嘅大埔墟，大埔墟見啦。咁大埔墟啊，其實一樣啦。咁呢一個位咧係咁嘅 ，B 係廣福村啦，A 係新達廣場。係啦，講完。下一站就太和啦，咁太和過去都唔遠嘅，喺嗰個位嘅啫。即係啲站全部都係羅湖都係一樣嘅。咁太和到我變翻咁重點，變翻羅湖或者一樣。咁呢個大學出口就係太和村，講完。唔係，走咗 A 太和廣場，太和站咯。咁講完啦，下一站粉嶺啊，唔係粉嶺南，係粉嶺。呢度過粉嶺呢個有啲遠，其實粉嶺啲人工作多數過關一個蓮塘嘅。粉嶺綠色為主，就係咁簡單。出口數目2個 ，B 係鳳蓮仙館啦，同埋 A 呢，粉嶺名都 A3係粉嶺車站路 ，A 係粉嶺名都 A2粉嶺中心廣園。下一站上水，咁上車頭去得最多嘅車站。呢啲都係261都途經呢兩個站嘅，粉嶺同上水。羅湖大家先搭返東鐵線位落去73期嘅，喺羅湖村落嗰度。咁我哋係去咗羅湖先嘅，上水搭咗上面先啦我。A 呢就係去上水廣場嘅應該。A 係彩園廣場啦，呢邊嘅彩園呢度呢就上水轉車站上水總站。其實轉咗咩車呢？即係返天水圍嗰兩架，2蘇去天池，2蘇去天水圍站，同埋小巴就44去碼頭，44A 去屯門站講完。咁我打錯位啦，A3係新運路，A4嘅上水廣場。B
E1太平村，呢度有架坐完二槽 B 係天賦擺錯位啊！呢就呢邊係上水中心廣園，因為嚟到羅湖先嘅，嚟到羅湖口岸嗰邊先啦，之後再去福田啦，但唔會經深圳地鐵咁樣啦，可能等係到呢個位直接轉落去。呢個亦都係西巴拿式月台，喺搭羅湖㗎。因為啲落車就過深圳嘅，一、二都一樣啦。1號、2號、3號都係嗱，1號返金鐘，2號、3號落下，4嘅返金鐘，跟住頂落嚟呢，就咁樣嘅。嗱，香港呢度有得行呢條通道，即係上到去冇路，即係呢，大家算我無謂呢，我會行返轉頭嘅。係啊，因為話呢，就要破壞呢地圖㗎。因為下一站落馬洲，好凍啊！呢條落呢條上去，下得兩個啫。B 嘅青山公路古洞段，A 呢就係古洞北。係啊，講完。如果電梯得2條，同埋呢個就同會展同一隻線。跟住下一站落馬洲。呢個呢，過關先啦，真係落咗去先。咁又冇出口嘅呢度，都冇人啦。我哋行呢條先啦，過關呢條依度，呢度咁樣啦，係啊。咁呢度呢，上返去呢，即係掘爛啲嘢先上到嚟嘅，係啊。呢度唔知深圳都要掘爛啲嘢先上到嚟。呢度又行返條徑啦，呢度呢就落，呢度呢就落返去 B1 天水圍方向啦，即係 B1 係天水圍天池啦，村啦。呢大家選擇落我就276，福田落就 B1。咁公仔又啦，咁咪下集再見，拜拜。